記上百句千方施法犯法，逃避誰記稱王會有權利，甚至將夢碎的筆記傳出去，收到誰覺等只要調查，會是誰 release 現幫佢想講迷能怒發平線，看到當也笑着迴避獨立媒體，明明不交稅都扮傻，難道有特權作假？繁課記憶裏，佢陰險跟在居然扮冇事，為到我做個打開爭票準時太交稅，若容許讓黃圈騙下我屁，唔可以讓黃圈再去避稅。